HSK 标准教程4上。第一课：简单的爱情。课文4。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。那什么是浪漫呢？年轻人说，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，你不会给他星星。中年人说，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到0点，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。老年人说，浪漫其实就像歌中唱的那样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其实，让我们感动的，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。有时候，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。生词：羡慕、爱情、星星、即使、加班、亮、感动。课文5。说到结婚，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。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，但两个人共同生活，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，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。我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，即使是很普通的事情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也会变得很有意思。在我难过的时候，他总是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。而且他的脾气也不错。结婚快10年了，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红过脸。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。生词：自然、原因、互相、吸引、幽默、脾气。